有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宜兰苏澳的渔民抓到今年第一尾乌昂鲳，有200多公斤重。宜兰县长林志苗搁做拍卖官，来拍出着1公斤7000块的好价销。 这么大尾乌昂鲳对边框内面钓上花，苏澳这个渔船金协约2月8号出海第2天，真幸运去抓到这尾乌昂鲳，船长非常欢喜，赶紧倒来港内。钓三个时间10分钟就搞起来。大家拢紧来倒处理这尾乌昂鲳，甲称看卖咧，这尾鱼啊总共是超过210公斤重，嘛是今年全台第一尾。 一透早鱼市场都闹得滚滚，大家拢来看拍卖。宜兰县长林志苗嘛来做拍卖官。拍卖出好价销，渔民拢非常欢喜。要做第一尾乌昂鲳，嘛要有资格限定，鱼啊必须要有180公斤以上，通过渔会甲渔民5个人小组认可才准算。今年东港也未传出好消息，苏澳先抓到乌昂鲳，渔民嘛拢希望会当去抓到更较侪鱼啊，满载入港。